念渐渐无讲，见面渐渐疏远，渐渐失去了感觉。现此时你才来三心两意挑工，讲到有水无暖，为你变心来隐瞒，枉费你违背我。找你适合的人，加在到这，了解你不是阮所爱的迄个人。是安怎徘徊在自由寂寞之间？是阮脚无条件，也是阮眼光伤悬，也不是有在看认真老实打拼，风度翩翩的人，你是比阮少年，就是已经有伴，青春予人孤单。世界做阵做伙，写无时间，也会行，过习惯一个人的生活。也不是有在看，认真老实打拼，风度翩翩的人，不是比阮少年，就是已经